專門補腎嘅一杯茶，勝過10斤枸杞，係男人呢就唔能夠錯過啦。補腎咁喺中醫嘅保溫杯入邊呢，從來呢都唔單係浸枸杞嘅，因為呢佢力量太弱太單一。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杯茶，勝過10斤枸杞，呢隻呢就係容杞補腎健脾茶。對於有啲男性呢，房事上呢萎靡不舉啊，力不從心啊，白天呢精神差，氣短乏力，晚黑呢起夜頻繁啦，腰膝酸痛啦，平時呢容易屙爛屎、大便唔成形。咁喺中醫嚟睇呢，呢啲大概率呢可能呢係房事過度咗，咁啊腎陽虧虛啦。咁盡早嘅調理呢就係關鍵啦。咁喺辨證之後呢，不妨呢可以參考使用呢個容杞補腎健脾茶呢隻補腎陽嘅經典中成藥。佢個組方呢就有鹿茸啦嚟溫陽補腎，人參呢就大補元氣，枸杞呢就滋補肝腎。咁佢合埋一齊呢就可以補腎助陽、益氣健脾，用水一沖呢就可以飲啦。大家記低未呢？